澳門自2005年躋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以嚟，呢一座盛載住歷史底蘊同文化遺珍嘅城市，就好似一粒璀璨嘅明珠，吸引住全球遊客嚟到呢一度踏上探尋之旅。而喺呢一個古今中外結合嘅土地上面，活躍住一班獨具魅力嘅導賞員，佢哋懷住滿腔熱誠同淵博嘅學識，將澳門嘅傳奇故事為大家娓娓道來。喺導賞員嘅引領之下，唔單止可以聆聽古老建築背後嘅歷史回響，更加借助互動展覽同前沿多媒體技術，令我哋好似穿越時空隧道，融入澳門嘅往昔歲月同今朝繁華。呢一啲導賞員以實際嘅行動傳承住澳門嘅文化根脈，為每一位想了解呢一座小城嘅人，精心雕琢一段珍貴而難忘嘅澳門記憶。中國嘅、外國嘅，係咪一齊變成澳門？係咪啊？好啦，大家非常好。咁我哋慢慢向前行，導賞意字包含咗代表帶領、指引、啟發嘅導字，仲有鑒識同欣賞嘅賞字。最初導賞員係喺博物館、展覽室等等嘅場地，以講解者嘅形式存在。其後延伸到社區同唔同嘅地點，結合專業知識同自身嘅了解去分享。佢哋向大眾傳遞各類知識嘅同時，亦都提升大家嘅保育意識。原本從事貿易工作嘅莊偉傑，有一次帶領同事參觀澳門嘅世界遺產建築。當時古建築背後嘅故事深深咁吸引咗佢，於是佢就由旁觀者逐漸變為一個職業導賞員，開啟咗探索同分享澳門歷史文化嘅全新旅程。我哋一般俾人哋覺得係相似嘅一個職位咧，就係叫做有講解員、有導遊、有導賞員。咁我認為咧，導賞員咧係唔單止要講解，仲要帶一啲文化嘅主題出嚟嘅。唔同嘅類型有唔同嘅處理方法。譬如講，我哋有時咧會見到帶住一啲幼稚園嘅同學，係咪先同我哋同佢講提三澳嘅話咧，佢哋聽唔明嘅。咁我哋只能夠去了解佢哋嘅語言嘅特色，咁我用佢哋嘅語言嚟表達我哋想表達出嚟嘅嘢。同時咧，我哋都會遇到一啲比較文化層次比較高嘅一啲專家級嘅。咁我哋希望每一場導賞咧都能夠令到我哋嘅客人咧可以學到啲嘢，帶咗啲嘢翻去。咁所以如果係啲文化層次比較高嘅話咧，我哋就會有針對性嘅。譬如講佢係歷史專業嘅，咁我哋就會介紹多一啲我哋澳門嘅啲文化、民生、民俗呢啲嘢，講一啲佢哋唔知道嘅嘢俾佢哋。所以自我調整就首先咧，我哋要了解充分多啲層面啦，多啲跨領域咁樣去了解一啲歷史背景或者知識啦。針對唔同嘅客人嘅時候，我哋用自己嘅知識去做一啲唔同嘅講解方式。由2002年起，高遠芳就投身喺導賞員嘅呢一個領域，並且成為藝術博物館首屆導賞員。20幾年嚟，始終堅守喺導賞嘅前線，服務過各類導賞活動。如今，佢依然係導賞界嘅活躍分子，用行動嚟證明佢對呢一份事業嘅熱愛同埋執着。我哋分成咗兩邊嘅展廳，咁都會咧係展示呢一個青銅器嘅。咁啊，李白就講到啦，佢話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參從和漁父，開國何茫然，以來。我成為導賞員咧，係通過2002年咧，咁當時咧，澳門藝術博物館咧，咁佢會有一個導賞研習工作坊啊，咁我哋咧就參加咗呢一個嘅工作坊啦，咁然後通過學習啦，然後咧就再通過考試啊咁樣啦，咁我哋就成為呢個博物館嘅導賞員啦。咁喺個過程裏邊，因為藝術博物館咧，其實就會同其他嘅咧固定嘅展覽咧，佢會有唔同。藝術博物館咧，佢係不斷咁樣換展覽嘅。咁做呢一個藝術博物館導賞員嘅時候咧，我哋就要不斷咁樣去學習咯，同埋增加嗰個知識嘅層面啦。從藝術也好，或者歷史嗰方面都好啦，都要不斷咁樣去學習，令到自己有多啲嘅能力做嗰個導賞工作咯。本來悠然享受退休生活嘅李宇葵，因為對呢一片土地嘅深切熱愛，毅然投身導賞事業。一做就做咗10幾年，佢將對呢一片土地嘅心情融入每一次導賞入邊，令退休生活變得充實同有意義。咁完
美，而且係官窯啊，所以物以稀為貴啦。最主要你係中意呢個工作咯，啊，咁仲有一個就係話同人哋講，可能係1個鐘頭10零20零分鐘咁樣，但係你要做嘅資料，你係要不停去揾咯，啊，咁仲要就係唔係背書咯，係用你經過內化咗你一啲內容，然後由你嗰個口講出嚟咯。通常我哋好多時就係話如果我背嘅係會甩嘅咯，即係話背，咦唔見咗啲嘢啦咁樣。咁但係就話你當係一個內化咗，我哋係你自己嘅知識去同人哋講，咁係會係比較上係易啲即係好啲咯。薛達慧扎根導賞行業幾10年，憑住對文化遺產嘅深刻理解同專業技能，每一次導賞都可以精準咁傳遞歷史價值入邊嘅藝術精髓，激發參與者對文化遺產嘅濃厚興趣。佢無疑係澳門導賞隊伍嘅資深力量，以卓越嘅才能同熱誠，為傳承同弘揚澳門文化作出貢獻。我見到嗰個姐姐咧，隻眼望上邊翻，開始諗嘢啦。小路依靠在大路身邊，一個導賞員咧，佢個工作咧，實際上就係主辦方同觀眾之間嘅一座橋梁啫。佢把主辦方嘅嗰個展品又好，主要意頭都好，傳達俾觀眾。當我哋有展覽或者展場嘅時候，有觀眾面前咧，你就會見到一個導賞員嘅身影係出現啦。一般培訓咧會分2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係一種好籠統嘅，有導賞員嘅儀態啊、衣着啊，包括佢嘅自己嘅外形啊。第二個階段咧，我哋都會係針對呢每一個導賞員本身嘅知識啊，各方面嘅根底咧，再分一分來啦，做一做國內知識嘅培訓啦。針對每一次展覽、每個展品嘅特點，再做一次培訓。譬如話博物館入邊就可能講到文物啦、書畫啊。咁啊，如果係大型嘅工業展覽咧，就會講到金屬材料啊等等各方面。所以每一次嘅展覽都會有一種專業性嘅培訓，所以基本上係2個階段嘅培訓。導賞員嘅工作蘊含住深厚嘅意義，佢哋用專業嘅知識同熱情，為大家帶嚟一場場別開生面嘅導賞之旅，喺行走間領略澳門獨特嘅文化魅力。而喺澳門仲有一群充滿活力嘅青年，佢哋以文化遺產為舞台，用自己嘅青春同智慧，為呢一片土地嘅文化傳承注入咗新嘅活力。其實我哋澳門文物大使咧係講求一個薪火相傳啦，咁我哋將我哋嘅本地文化啦推揚出去啦，亦都係向遊客啊去推廣澳門嘅本地文化啦。我哋會不斷培養一代新嘅文物大使啦，咁去將我哋呢個文化傳統去教授俾佢哋聽，等佢哋可以向更加多嘅遊客去推廣澳門本地嘅文化。咁亦都係有加強我哋澳門嘅歸屬感啦，係啦。咁呢個澳門咁有特色嘅一個地方，係啦，咁係好需要我哋一班年輕人啦，去將呢樣嘢去傳揚開去，俾更加多人知道。係。咁金蘋果事件唔知大家知唔知係乜嘢嚟嘅咧？啊，西方咧係啦，金蘋果事件咧其實就係講導賞員嘅話咧，就係帶領一班可能唔同知識啊或者唔同領域嘅人啦，去認識一啲當地文化嘅。咁主要責任嘅話咧，其實就係確保翻我哋帶領嘅人啦嘅安全啊，其次就係令佢哋可能會覺得喺呢個過程中感到愉快，期待佢哋下一次都會再參加咁樣嘅。周邊亦都係有好多呢啲導賞喺度嘅，咁呢個就係澳門大概地啲文物大使嗰個培訓嘅導賞員咧，就為期3個月啦。我哋
一般就有報名啦，咁就係面試啦，咁再到係確定入呢一個課程嘅。我哋要首先要學習一啲課堂嘅一啲知識嘅理論啦，同埋我哋都會有時間出去，就係有人帶領我哋去睇下一啲導賞咁樣咯。文物大使嘅最終目的就係培訓一批有呢一個理念嘅青年一齊去守護澳門嘅一啲文化遺產咁樣嘅。文化遺產係人類重要嘅寶庫，而文化遺產嘅保育工作，每一個人都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參與。政府推廣我哋澳門嘅文化遺產啦，咁我哋都測量我哋世界文化遺產呢張金名片。咁我哋透過講好澳門故事咧，我哋會令到更加多嘅年輕人會了解到澳門。咁好似我哋而家都有啲幼稚園啦、小學經常去參觀我哋一啲澳門嘅文化場所或者我哋嘅世界文化遺產嘅景點。咁透過呢啲景點嘅講解，令到佢哋對澳門嘅故事產生興趣，咁喺佢哋心中種下一粒種子。隨住佢哋長大之後咧，佢哋會了解到澳門嘅文化遺產係好重要嘅，唔單止對澳門人，對成個世界、對成個人類都好重要嘅。透過呢啲咧，令到佢哋都會產生種想保護佢嘅一種興趣啦。咁透過故事嘅分享，令到佢哋知道重要性，令到佢哋都好想將自己喜愛嘅嘢分享出去。導賞員係有溫度嘅，我喺度講嘅時候，咁你聽得出嘅，有冇感情嘅？咁其實好多人就話我戴耳機聽，全部都可以聽到，但係有啲你唔想聽噶嘛，唔想聽你都要聽埋啦。咁但係導賞員憑住帶你嘅過程裏邊，知道你對邊方面又係有興趣嘅，喺嗰方面我哋係會加強一啲咯。咁除咗係主要嘅內容之外咧，其實我哋會加強喺客人有興趣嘅嗰一方面嘅。咁呢個就係好多時我哋覺得就係有溫度咯。因為咧，我哋係人與人之間有一個交流啊，我哋可以有一個交流同埋一個知識方面咁樣，我哋即係互相嚟到增進咁樣咯，可以。當你選擇咗係做一個義工、義務工作者去做導賞員嘅時候咧，你必須要有一份熱情，同時咧要有一個對自己嘅不斷提升嘅一個目標。有心就得㗎啦，因為你未必，我覺得唔需要話你特登去讀呢一科或者點知係自己有興趣，即係好似我咁樣，我都唔係話讀文化遺產呢一個課程出嚟嘅。咁但係其實只要我中意呢一個文化，中意呢一樣方面嘅知識，其實就可以。我越做呢份工作嘅時候咧，我係對於澳門有更深嘅了解。咁其實喺裏邊咧，亦都有個得着，就係對於澳門嘅感情咧係會加深咗嘅。你如果係向人介紹一個你有感情嘅地方咧，人哋聽得出嘅。最緊要有一個熱誠，有一個心。做導賞員最重要都係有冇心去做，呢樣嘢係重要嘅。愛呢份工作，你先至會去做呢份。導賞員嘅工作離唔開每一個人嘅共同參與，就等我哋攜手喺守護文化遺產嘅行動入邊，為下一代留下呢一啲寶貴嘅文化財富。